欢迎回来，意大利梦幻小镇的节目。今天我们出发前往托斯卡纳大区的皮斯托亚镇。本镇艺术气氛浓厚，还被封为2017年意大利文化之都。本集内容将会介绍镇上的各个主要景点。本镇位于海拔65米，居民人数大约有9万人。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皮斯托亚镇是个位于托斯卡纳大区的小城镇，历史文化与传统都同样深厚。不知道你刚才走进镇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特点？我们整个镇都被重重森林包围着，因此限制了都市化的进程。你可以说这里就是个天然的氧吧。但是本镇最重要的是保存着中世纪特色的镇中心。在中心走个圈，你可以感受到皮斯托亚镇居民日常生活的点滴，都是真实的生活，没有弄虚作假。我们当然重视旅游业，也想将镇上最好的一面向游人展示，但是我们不愿意本末倒置，仍然坚持真实的一面。去年我们很荣幸被选为意大利文化之都，大大提升了我们在国内与国际间的知名度，也让我们能向全世界展示镇上的美景，包括德拉洛宾的作品，还有圣母大教堂。我们举办活动的能力也很强，活动都是全国知名的。镇上的文化协会繁多，志工人数之多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我们是国内最大的城镇之一，背山又面海，有名人选择在我们镇里终老，因为这里既有美景，也有善良和气、悠久传统的社区。另一个我会建议各位前往观赏的景点是波里塔纳观光道。我们好不容易修复了古老的火车铁道，你可以坐在古香古色的车厢里，欣赏山谷的景色，顺道游览隔壁的波里塔纳镇。多的数量众多的俱乐部，皮斯托亚镇有丰富的夜生活。要数最具代表性的俱乐部，不得不提拉萨拉。它就像皮斯托亚镇的大客厅，从建筑学的角度简直是块瑰宝。建筑里无数的走廊都连着中央大厅，旁边有很多各有特色的小房间，餐厅里的吧台都供应本地出产的酒类。你可以放心在这里喝酒聊天，绝对不会有危险。治安良好是我们镇的强项。我在此诚邀各位观众来拜访我们，全镇人民都会热烈欢迎你们的。游客可能没有特别发现，但是每个到来的人都会在这个看似宁静的城镇找到热闹与乐趣，这就像魔法一样吸引着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个点，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能给人这么一个体验。我们对此感到自豪，因为接待好游客
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美丽的圣萨诺大教堂坐落在镇中心，我们来跟教堂主教谈谈吧。欢迎来到皮斯托亚镇的大教堂。本堂是为了纪念维罗纳的圣萨诺而建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纪念维罗纳地区圣人的教堂。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堂，居民们都昵称为圣雅各布堂，里面放置的据说是圣贾科莫的银祭坛。这位圣人的遗体原先被安置在圣地亚哥德琴皮斯蒂纳镇，后来有赖圣安托的努力，在1145年时移送到皮斯托亚镇来了。就是在同一年，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冒起的意大利城镇皮斯托亚镇。虽然当年的皮斯托亚镇主教编制地位很低，但他所拥有的财富却远超其头衔。这位圣人的遗体是由2名朝圣者运输过来的。到达以后，我们马上为他盖了一座临时礼拜堂。可是当圣詹姆斯的圣体也被带到皮斯托亚镇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座临时礼拜堂不够用，也因此引发了一起对皮斯托亚镇发展影响深远的事件，就是开工建造本大教堂。整个城镇在圣安托的努力下变得焕然一新。圣体虽然体积小，却带着无穷的世俗与宗教力量。放置这些圣体不久后，教堂就开始了扩展工程，包括盖了座新钟楼，而城里的其他建筑物也慢慢的更新了。这些改变都是从1145年开始的，见证了一块小骨头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座祭坛曾经被不同的名人使用过，比如佛罗伦萨的毕博，还有菲利普·布隆尼勒斯奇。皮斯托亚镇也是一名教皇的故乡，克雷芒9世，他的俗名为罗斯波里奥西。皮斯托亚镇也是著名的皮斯托亚镇宗教会议场地，该会议由大主教斯皮隆·德里希于18世纪末召开。皮斯托亚镇也有很多其他古文物，包括各种布道用的讲坛，其中一个在1524年时与当时的教堂一同被毁灭了。
后来由著名的瓦萨里的皮格蒙重新打造。其他的包括一座由乔瓦尼·皮萨诺精心制作的讲坛，这些多不胜数的讲坛，令人称呼皮斯托亚镇是个百家讲坛之城。皮斯托亚镇充满着乐善好施的气氛，而最能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地方，就是古老的切普疗养院，里面的壁画就是在描绘7种乐善好施的善行。继续我们的行程，现在皮斯托亚镇的旅游大使会陪伴我们一同探索镇上的新鲜事儿。皮斯托亚镇战略地位好，位处托斯卡纳大区的正中央。本镇的文化艺术气息非常浓厚，旅游业是我们的血脉。你会发现，我们城镇不仅好客，活动还十分多元。让我介绍2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吧。第一，在7月中，我们会举办皮斯托亚镇蓝调国际音乐节，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第二，我们还会举办重演历史的活动，就在我们主保圣人庆祝日7月25日举办。旅游局的咨询柜台就在多莫广场上，如有需要，欢迎常来询问游览。来了皮斯托亚镇，别忘了美食这一栏。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餐厅里，我们来尝尝本地的传统美食。欢迎光临，我们现在身处的是皮斯托亚镇最古老的片区，这里是我的餐厅，名为拉比图拉，就在圣马可码头旁边。我们主力提供托斯卡纳大区以及皮斯托亚镇的特色菜。让我开始介绍吧。这些是黑包心菜薄饼，而这边的是蔬菜汤，说白了就是熬了一晚上的汤，里面还配面包。这是另一种面包汤，名为老爸的番茄汤，既是我们半开玩笑说的监狱汤，也是皮斯托亚镇的特色菜。这道菜大有来头，因为它真的是在皮斯托亚镇的监狱诞生的。当年监狱旁边就是毕纳河，河边有屠房与菜市场，囚犯们会到市场上去乞求食物残渣，回去烹煮这道汤。今天我们当然不用去市场乞求食物，因此我们对食谱做了一点改动。现在的材料有猪肚、牛肚、面包以及其他蔬菜、西芹、胡萝卜、洋葱和大葱。这道是黑胡椒红酒烩牛肉，食谱源自文艺复兴时期，是从制作陶器的切普疗养院流出的，因此与皮斯托亚镇也很有关系。当年疗养院的工人完成1天的工作，即将把大火扑灭时，会将沾满红酒与黑胡椒的肉放到烤炉烩一下。加这么多胡椒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肉都已经放了几天，用来掩盖一下臭味，而酒则是很好的防腐剂。酒会在尚有余温的炉里居1个晚上，
第二天工人来上班时，就有午餐可吃了。这边有一道酿鸡井，也是很平民的菜式。当收割完成，谷物都打过后，农民会把鸡宰了下菜，鸡身拿去红烧，而颈部则拿来酿。他们也会吃猪肝，食用方式则是把猪宰了以后，将猪肝用猪油炸得金黄。本人被称为牛肚皇后，所以当然少不得介绍牛肚吧。今天我做的这道酱汁牛肚比较接近佛罗伦萨菜，但皮斯托亚镇人也绝对不会抗拒。店里的面包都是采用菲南达家的，他们亲力亲为揉面团，原料方面也很挑剔。只用托斯卡纳石磨面粉，都是未经化学处理的有机面粉。我们也有3种自家面粉，都是有机的。橄榄油是从后山的农庄进货的。皮斯托亚镇有5家酒庄，他们联合起来向外推广皮斯托亚镇优质葡萄酒。我们的酒适合各种场合，连甜点都可以配得上相应的葡萄酒。比如说，这个兰博奇奥甜酒特别适合与茴香脆饼一起吃，而在吃杏仁脆饼的时候，当然少不得帕斯托或者皮斯托亚镇圣酒了。提醒各位观众，每年春天我们都会有个美食节，名为托斯卡纳在博卡，届时会有40家餐厅与数之不尽的酒庄到场，推广着本镇的美酒佳肴。我们在皮斯托亚镇恭候各位。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意大利与皮斯托亚镇之光麦克基金会，我们与会长谈谈吧。这个会的创始是在1970年，当时一群经历了嬉皮士的年代的年轻天主教徒，决定不再只是上街游行示威，而是要做点实在的社区服务。当要选择本镇的服务目标时，有人吐出了“痉挛”2字，这在当时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啊，因此都没有怎样宣传开去。一开始，这个会的活动都是由教士们主持，在教会底下进行。直到今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地方，我敢充满信心地说，这里是全意大利设施最全、最美丽的康复中心，因为我们的口号就是在美景中康复，以及康复就是实践生活中的美丽。在这里的患者不会被约束行动，他们都很开心，因为天天能享受到周围如此优美的环境，这对他们的康复进展很有帮助。患者们会互相沟通，而外界能透过透明的玻璃幕墙看到他们的生活。虽然他们是在中心里面，但不是与世隔绝。简单来说，他们就和普通的市民无异，而为他们带来喜悦就是我们协会的目标。古罗马步道穿越皮斯托亚镇一带，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吧。从古时候的小村落，直到今天成为的一个稍有规模的城镇，皮斯托亚镇一直都是古罗马步道上的目的地之一。
这条朝圣之路从意大利东北开始，穿越意大利中部，包括埃米利、罗马涅大区，抵达托斯卡纳后，朝圣者还可以沿着法兰西格纳步道继续旅程。皮斯托亚镇对朝圣者有两大关系：第一，皮斯托亚镇收藏了很多圣人的圣体，包括圣詹姆斯与圣地亚哥，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人会称呼皮斯托亚镇为小圣地亚哥。第二，皮斯托亚镇的切普疗养院以及其里边的壁画都诉说着朝圣者如何在本镇受到欢迎。如何在他们前往罗马圣伯多禄之墓或者向本镇圣体朝拜的路上受到种种帮助，是个不可多得的歇脚点。皮斯托亚镇博物馆很多，每个都值得你去花时间游览。可惜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只选了切普疗养院，一起来看看吧。这座博物馆介于切普疗养院的旧址，在2017年12月才开幕的。这个开幕式是庆祝皮斯托亚镇成为意大利文化之都的最后一场活动。博物馆的馆址本身就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在城镇里的地位显赫。疗养院建于1277年，据说是由民间合力建成的。另一个传说则只是一对想做善事的夫妇，做梦时有位小女孩指着这块土地，说要建个疗养院，于是就有了这个地方。在15世纪时，这里受到佛罗伦萨的影响，而在1501年时，疗养院隶属那边的圣母诺玛医院系统。因为这个原因，院里就有了今天著名的壁画装饰。我们现在走到当年专属皮斯托亚镇医学院的楼房。这所学校建于17世纪，曾经拥有皮斯托亚镇最为著名的科学家菲利普·帕西尼，他发现了霍乱的传播方法。我们今天的导赏团最后一站是这个手术廊，于1785到87年建成，也是医学院专用的。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大主教。这个教省风景优美，这是我在这里4年后总结出来的感受。没错，教省的确有些地方比较险峻，但无论是城镇或者教堂，都非常优美。而教堂本身带有浓厚的艺术与文化传统，也代表了教会的乐善好施、关怀社区以及精诚合作。就像一本小历史，我们还会协助举办，例如在20世纪初开始的天主教社区奉献周，以及其他同类的活动。由此可见，教省里平和喜乐，人们都在主的圣名下安居乐业，奉献基督以及关怀他人。皮斯托亚镇还有圣母的踪影，如果你留意看看皮斯托亚镇的天际线，
或者从高速公路转进镇里小径时，你会发现一个大圆顶。你可能会以为它是大教堂的一部分，但其实它属于另外一个教堂——谦逊教堂。教堂的名称来自圣母的谦逊，因为教堂本身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与平民同一高度，说明宗教也需要经常寻找新的方法去与信众对话、见面、崇拜以及互相关怀。这些在皮斯托亚镇可能有点难度的事情，通过这个教堂的提醒，就能鼓动人们和平相处，互相帮助。从朝圣的角度看，教省的历史非常悠久了。我们组织了托斯卡纳与其他来自意大利东北，包括维查琴大区的年轻人，重新发掘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他们在今年8月10日会途经皮斯托亚镇，朝拜一下这里的圣体与其他宗教建筑，然后会继续旅途，于8月中抵达罗马朝拜教宗。我经常向镇政府发问，如何能让信众们一同参与进来？都已经说的有点太重复了。皮斯托亚镇没有拼命地向外宣传自己，他们也不太喜欢这么主动，因为他们自己的传统没有这样的事。可是，如果游客来到这个看似无聊的城镇，他们会发现底下的丰富历史，觉得本镇非常有趣，甚至会被这里的气氛感染到。因此，我确信皮斯托亚镇有一股与别不同的精神，而这就是本镇能拿得出来供人赏识的地方。皮斯托亚镇到处都是值得看看的东西啊，可惜我们时间不够，皮斯托亚镇之旅告一段落了，再见。